啲三觀咧就拋諸腦後，就唔需要有嘅。這是我能看的東西嗎？大家好，又嚟到舐舐嚟啊！咁我上次介紹咗 BL 新劇入戲，唔知大家睇咗第4、第5集未呢？我真係冇諗過佢可以咁對我嘅口味。一開始出現咗一個有少少 kinky BDSM 嘅環節，有 spanking， 受佢仲要係趴低俾佢打 pat pat。我睇到攻咧，我覺得佢呢個角色啦，如果佢擺喺現實中咧，係一個十分之不可取嘅人嚟嘅，係嗰種中意乘人之危同埋打蛇隨棍上嘅人啦。咁咧，不過我哋睇劇嘅時候咧，就將呢啲三觀咧就拋諸腦後，靚仔就足夠噶啦。有時間可以整理翻可能唔同國家佢哋嘅劇集啦，我特別中意啲咩嘅 CP 啦。咁始終你知道泰國咁佢哋係捆綁式營業，其實我都有追某啲嘅，大家食得開心啦。咁我哋下次見。